奴才叩见王爷。叩见王爷。啊，怎么茬？见着王爷了。好，嘿，瞧这头汗。四爷，你别忙，我坐不住啊。哎，先擦一把，擦一把啊。四爷，我总觉着那差事我干不了。那这个，哎，七九啊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嗨，可不嘛！从早上到现在，我饿得前心贴后心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叫伙计给你端饭啊，伙计。四爷，门口那些穷哥们儿，我想把他们叫进来一块热乎热乎。我又不瞎，不行啊！这些个都有来头。哎，吃啊！是总理衙门的差役。总理衙门的差役，他们上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还记得罪恩子打死那个德国公使吧？是啊，王爷就是为这事才去谢罪呀。李鸿章、李中堂答应要给人家立碑呢，就立在咱们对面的东单牌楼。这些人都是总理衙门和德国公馆的中国差役，横着呢。哎，去吧，来喝口水。我的这个酒店呐，都让他们给包了，这不，还让我给那个立碑的工匠们准备嚼骨呢。真是添了个死鬼，到欢是打翻的了。何止啊！洋人杀了咱们白杀，可他们死了公使，恨不得让全北京的中国人都给他们披麻戴孝，真是国之大耻啊！哎，我说，外面求着的都给我进来！我要在这儿摆几桌酒席，借喜驱邪。哎，来，来了！哎，坐。咱吃点什么呀？四爷，咱上什么菜？捡有的往上端呢。哎，来喽！好菜！咱干脆把桌子撤了吧！啊，真是大酒缸过瘾呐！甭着急，咱可不能当秃尾巴狗，不经招引啊！住嘴！哎呦！都不是外人，都不是外人。这位是中堂府的管爷。不敢，没那么大气候。我是总理衙门派往工部的员外郎金格尔。哦，嘿，不就是给洋人打翻摔罐的吗？您别这么说。嘿，别着急，我这儿给您找人打坑呢。有道是陵前无孝子，见人爱三分。这日子口可正用得着老乡亲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没你们说好，同志。您帮忙啊！你小子有种，我想请教一下，你哪来那么大胆子？凭着玩刀的不杀头，褪毛的不要肉，穿着龙袍的不像太子，比娘大的不是舅舅。这位爷，您是？王爷。啊！奴才叩见王爷。叩见王爷。啊！怎么茬？见着王爷还不跪下？拜见王爷！拜见王爷！拜见王爷！请王爷回府。王爷，走吧。王爷，有请您来。
走。王爷，谁让你去瞎折腾的啊？哎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事儿惊动了德国人。瓦德西让我去六国饭店，弄不好，摆的就是鸿门宴。王爷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风喜九既然捅了马蜂窝，就该自己去挨蛰。我替王爷去赴宴。你？我？就你？就我？你干什么去？还去瞎折腾啊？啊？你以为瓦德西是3岁的孩子吗？他身边还有冯考特这样的中国通，真让他看出破绽。宰了你风七九是小啊，破坏了议和大事，老夫人让我怎么交代？王爷可以把罪过都推在我风喜九身上，宰了我风喜九，您照样当您的王爷，照样替皇上出使。混账！你知道我把你请进府来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，是让你来这早早送死的吗？王爷，草民风七九知道自己值多少钱1斤。实话实说，我们做百姓的不怕洋人，早就被他们来中国横杀掠抢、欺诈了肺。让我当替身，不就是要我这条命吗？早给晚给都一样，为的就是保住王爷，不伤大秦的面子。看起来这个人咱没请错，难得百姓的一片为国之心，我看不妨让他试试。老夫进明鉴，要是连瓦德西这关都过不去，恐怕想让他当替身也当不成。张文志，奴才在，你说呢？奴才愿意陪他前往，不过什么？瓦德西宴请王爷，李中堂一定相陪，就怕走漏了风声，传到老佛爷耳朵里就不好说了。那就多贼着他点儿，即使传过去又怎么样？咱们也不能一点法子也没有，净等着洋人的算计。奴才懂了。怎么了？老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是说我不能赴这宴？要不然我以前老说我嫁了个窝囊废，没想到我爷们儿在这节骨眼上还真个劲儿，是条汉子。没什么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不是在夸我呀？这次赴宴我也得陪你去，不过我只能等在门外面，我怕他们把我认出来。放心，我带着剃头刀呢。哼，你呀，你是杀他还是磨你自个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次你去你的，我呢就给你瞅在门后边。如果这些人呢敢让我的爷们儿不出来，
那我就进去，用刀子把他们给捅喽。真是我的好老婆。哎。